親子36計之無計可施。作者：笨麗爸爸。今期唔講計，講無計。無計可施並唔係36計之一，亦冇歷史可考，只係自己有感而發。皆因經過上個禮拜兒子參加渡海泳之後，我發覺自己對呢個小人兒逐漸無計可施。上個星期日天陰有雨，我哋帶住兒子到大美督參加吐露港渡海泳。坦白講，自從知道游泳教練要學生參加呢一次比賽，我就一直寢食難安。原因之一，小子習泳多年，技術不成問題，卻從未浸過鹹水。幾次到沙灘亦都閒於玩水，一諗到佢置身深不見底嘅茫茫大海，我就眉頭猛皺。原因之二，以前面對各項測考，身為爸爸嘅我都可以用過來人身份給予各種指導，但係對於游泳呢回事，自己從小就係可納子。就算後來自學多年，泳術亦都僅限暢游於有救生設備嘅泳池，即係話喺游泳呢個界別裏邊，小子嘅認知同埋技術早已超越乃父。每次我想開口提醒佢唔好睇小大海嘅力量，唔夠力就改游蛙式，飲幾口鹹水唔使驚之類嘅溫馨提示時，亦都自覺唔大有說服力。仲有第三個原因，亦都係由於本身泳術不精，自然對大海又敬又畏，加上遠有大白鯊電影嘅恐嚇，更有連番海難悲劇，我就連講笑嘅話，好似小心鯊魚咬你等，亦都忍住唔能夠講出口。每每欲言又止，唯一之計係借身為前游泳教練嘅媽媽傳話，但係太太卻淡然咁講：唔使擔心，冇問題嘅。就喺呢種無計可施嘅膠着狀態之下，比賽日好快嚟到。不巧太陽伯伯放假，成個早上陰霾密布，時而風雨交加，我嘅心又下沉一格。然後睇住個仔同朋友嬉戲，登記之後俾工作人員喺手臂畫上編號，興奮咁進入起點。睇嚟佢一啲都唔驚，驚嘅只係我呢個堂堂大男人。賽事開始，一眾嘅父母只能夠喺水壩上面遠觀，目測2000米嘅賽道上邊個係自己嘅細路嚟。45分鐘過去，我一手擔遮，一手捧住長鏡相機，喺風雨飄搖嘅岸邊等待小子安全返嚟。人同機又濕又冷，內心卻如火石。咁耐仲未返嚟？咦？呢個唔係佢，嗰個亦都唔係佢，唔夠氣力坐艇返嚟嗰個，亦都唔係佢。終於等到朋友傳嚟喜訊，見到佢哋上岸啦。一班小伙子光住身子，嘻嘻哈哈，班師回朝，成績係僅僅及格，但首次參賽可以完成，已屬難得。我嘅心頭呢個時候先至放鬆落嚟。經此一役，我對小子重新估量，因為佢某啲能力已超越帶佢嚟到呢個世界嘅人。父母對仔女無計可施，唔一定係束手無策嘅壞事，相反可能係可喜嘅自然定律。爸媽們都希望子女嘅能力成就超越自己，自己無需再為佢哋操心打點一切，唔使再窮盡心力出謀獻計，甚至期望孩子可以反過嚟照顧自己。衝擊過後，我開口問個仔：你唔怕海咩？佢坦白回答：唔怕，星期日可以唔拉琴唔練水，
我寧願去海裏邊游。苛政猛於虎，睇嚟我又要檢討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係笨泥爸爸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另一個親子36計，再見。